我早前宣布唔會參加新一屆嘅立法會選舉，因為我已經擔任咗立法會議員17年，認為目前咧係合適嘅時間咧交棒俾有心、有抱負服務保險界同埋香港嘅有能之士。我好感謝大家對我嘅支持，希望同大家分享下我未來嘅路向。第一，社交媒體繼續運作。我由2014年開設 YouTube 頻道，16年咧開咗 Facebook 專頁。多年嚟咧，透過兩個平台表達我對時政生活嘅睇法，亦都同大家咧互動交流。而家兩個平台加埋咧，總共有接近14萬人咧係關注同埋追蹤。我好珍惜同大家嘅交流機會，所以即使日後卸任議員，我嘅社交媒體平台咧仍然會繼續運作，同大家分享我嘅觀點。第二，繼續出力協助政府施政。除咗議員工作咧，我目前亦都擔任不少公職，運用我自己嘅專長經驗助力政府施政。除咗擔任行政會議成員，協助行政長官決策，目前我亦都係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、中大醫院董事、廉政公署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。所以我仍然會喺唔同嘅崗位為搞好金融經濟、做好唔同嘅民生工作努力。第三，繼續幫助市民。我做立法會議員17年以嚟咧，我嘅辦事處已經處理咗超過1000宗市民求助嘅個案。除咗保險相關嘅議題咧，亦有唔少係市民面對日常嘅生活嘅不同嘅困難。好高興咧，大部分嘅個案咧都能夠解決到。又即使我唔做立法會議員，大家如果有咩困難，除咗揾其他議員跟進咧，都可以留言或者咧係私信俾我，等我睇下點樣可以幫手。17年嚟能夠為市民發聲、解決問題，喺各個範疇咧協助政府施政，係我嘅光榮。請大家咧係留言分享同埋廣傳，多謝大家。